土耳其中国经贸合作座谈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，来自土耳其政商界的近100名代表和中国外交官参加本次会议。BMC 集团董事会主席艾提汉·赞贾克说：“我是祖国党主席佩里切克的老同事，是一个新的创业家。”土耳其新兴控股公司理事会主席穆拉提乌开尔说：“我们站在中国一方，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倡议。我们需要从空中陆地、海上航线和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受益。”他的话引起了舆论的关注。里普施塔特西部色雷斯土耳其人协会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。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接待了访问团，并介绍了维吾尔人的最新局势。他说：“感谢您的光临，我呼吁所有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抗议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迫害。”美国国防部发表书面声明称，他反对土耳其关于建立 S-400 防御系统工作组的提议。声明称，土耳其和美国士兵保持各级联系，制造像 S-400 这样的防御系统是为了击落像 F-35 这样的战斗机。S-400 防御系统对 F-35 造成威胁。此前，美国技术团队前往土耳其，土耳其官员也访问了美国。我们对访问官员表达了我们的关注。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未透露姓名人士报道说，在河南峰会结束后，返国的朝鲜对美特别代表金赫哲在平壤美林机场被枪决。根据中央日报的这一报道，除金赫哲外，尚有另外4名朝鲜外务省高管在接受调查后遭处决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，美国正试图核实有关1名参与河内美朝峰会的朝鲜高级官员被处决的报道。今年2月，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峰会上，特朗普和金正恩未能就朝鲜采核步骤达成一致。美国弗吉尼亚州南部的弗吉尼亚比奇市市政府大楼发生枪击案，警察局局长瑟维拉对记者讲道，在这起枪击案中有11人丧生，6人受伤。瑟维拉说，袭击者与警察交火中死亡，安全部门继续调查这起枪击案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6月18日宣布竞选连任。特朗普总统周五发推文说：“我将于6月18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能够容纳2万人的案例中心宣布竞选连任。”